这件事情对我来讲，我到现在还是没什么感觉，我只能这么讲。因为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什么冷血，没什么没有感情之类的，但是应该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既定事实。那妈妈会认为姐姐生病，那我也会认为姐姐生病，因为从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很明显。那其实应该说就是它有很明显就是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那个差距在。就是从绿岛回来之后。对。那你知道他姐姐在绿岛发生什么事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时候他绿岛是在哪个单位打工？我也不清楚，因为我们去接人的时候是他从绿岛送回屏东，那我们是去屏东的机场把他接回来的。那所以在绿岛那方面我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你也很少跟姐姐相处。应该说他从毕业之后回来那种时间就很短。那我可以那时候我还可以跟他正常聊天，但是应该说聊天的范围就是仅限于有关乎他的，只有他愿意讲，我们才能知道。因为基本上我们如果主动去询问或探听，他是拒绝的。所以妈妈讲说这个，她认为姐姐生病了，这个你也认同？对，这个很明显。是妈妈陈述的部分，你也都了解吗？是这个情况没有错了。对。所以说你们愿意原谅姐姐？对。妈妈有提到说姐姐在台东可能是在报场合，那姐姐是不是去绿岛也是在？关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他本身没有说。他不愿意说了，基本上，其实他不愿意说，你就算去询问，也不会有答案。那你们接到姐姐的时候，在屏东机场那边接到姐姐的时候，姐姐丧事在哪里？丧事？这我不知道，因为你没有去。我负责开车。你负责开车。那姐姐是不是一个自我要求是很高的？那个非常高，他很多事情他都总是要求尽善尽美啊。他会压抑自己吗？会啊。你觉得？我觉得稍微吧。就做不好的事情，然后会自责，或者说希望他能够更好的。所以在姐姐发生这些异常行为之前，她跟你们家人互动都是非常好的。还算那不错，就沟通聊天方面，还有互动都是，就是基本上算和谐啦，然后也，就一般互动这样子嘛，都很和谐。你大概你应该讲一下，你印象中姐姐的她的个性是什么样？个性，她就还算，怎么讲啊？妈妈讲说她蛮贴心的，她对你爸爸妈妈。她是蛮和善的。蛮和善的。